53年台湾史料基金会长期咧做台湾本土史料的研究，佮有整理的工作。每年就是二战战后80年，基金会想要以非官方的史馆重新解读这段历史。因在咧向大众收集来自民间二战到打的历史相片，佮有文件等等，希望会当编做册，带大众以民间的角度重新熟悉这段历史。这栋台湾新文化运动馆，日本时期是台北北京出事，是当时重要的行政机关。亲像这个展品是二战的时，民众到北市改做日本名的物件，到1945年二战结束，恢复原本汉名字的物件。53年基金会当咧订件来自民间二战到打的记录，希望为民间的角度重建这段历史，重新来记录我们战争的历史历史的记忆，就是要建构我们对土地的认同，台湾这个主体的意识要有自己的史观。中战80，如果我们再不留下一点记忆，可能这个以后呢，我们对这一段历史就越来越模糊。为1945年二战结束到明年2025年就满80年。53年基金会按算向民间收集二战到打的历史文件、相片，包括加速做日本兵的记录、战争当中女性的生活记录、身躯边的空袭遗迹等等，希望会当收集80件来自民间的资料，甲伊编做册，为非官方的角度重新了解这段历史。因为长期被殖民的结果所以就会充满了身份认同的焦虑同时也产生了记忆包括集体的我们对同一件事，比如说对228比如说对2次大战，包括对日本的殖民，会有不同的解释。那这个会产生身份跟认同，还有包括土地认同的疑虑跟问题。53年基金会认为，透过收集民间的历史记录，重新解读，得到新的史观，会当增加大众对这片土地的认同。明年战后80年，基金会也按算办夏季学校、新台湾史演习营，招托这个活动，增加民众对这段历史的认识。记者阮谢桂林台北报道。